各位升中六即屆考生，距離 DSE 剩低嘅時間所剩無幾，你係咪已經感受到 DSE 嘅壓迫感？想輸得一敗塗地，而家你一定要進入備戰狀態，唔可以再玩玩下。而9月份開學就係你 DSE 英文逆襲最佳時機，而你需要嘅係一種可以將你 DSE 英文成績拯救於水深火熱之中，極具保底針對性嘅 DSE 英文課程。所以各位中六保底同學 ，Janet 而家誠意邀請你加入我哋9月份開始嘅中六極限保底特訓班。我哋有最獨家嘅精華應試技巧，配合高強度、高效率嘅地獄式操練，加埋海量嘅額外資源，從寫作指導去到說話實戰，務求短時間內力挽狂瀾，令到你 DSE 英文保四不是夢。你唔信？我哋已經創造出以上大量門生保底逆襲奇蹟真實例子，1升3、2升4只是行進，半年腰升4、3個月2升5，同埋1個月3升5嘅奇蹟進步佳績。加入我哋就係你 DSE 英文一舉翻身嘅最佳方法，立即 WhatsApp 我哋取得詳細資訊及報名。如果你仲係唔係好 sure 我哋係咪適合你，歡迎你參與我哋嚟緊嘅 DSE 英文一日精讀課程。只有體驗過呢一種，你先知道乜嘢係真正幫到你嘅 DSE 英文課堂。保底嘅都可以揾